5, 4, 3, 2, 1。相信大家近期都有留意到，美國政府開始陸續公開大量外星人同 UFO 嘅解密檔案，甚至喺國會召開公開聽證會。外星生命係咪存在，已經唔再係科幻小說或者係陰謀論，而係一個連各國政府都冇辦法再掩飾嘅事實。但係你有冇諗過，當外星人探訪地球嘅時候，佢哋嘅目的真係淨係得路過或者觀光咁簡單？如果你覺得呢啲聽落好似好遙遠，咁我話你知，呢啲不可思議嘅事件其實曾經喺香港係真實發生過嘅。當時係2011年，地點係荃灣。呢個震撼無數 UFO 專家嘅外星人老拐個案，就係我哋所講嘅馬小姐事件。究竟呢位馬小姐當年經歷咗啲咩？佢被帶走嘅過程揭露咗外星人對人類有咩企圖呢？今集我就會同大家講下呢件事當時點樣震撼香港嘅 UFO 界。開始之前，循例請大家幫手訂閱呢個冇乜人訂閱嘅 channel， 同埋撳一撳下邊個 like。你嘅一個少少鼓勵對我嚟講已經係好大嘅支持啊！成件事嘅序幕要由本地著名神秘學節目主持人卓飛開始講起。當時卓飛收到一個由馬小姐發出嚟，語氣超緊急嘅求助 message。起初卓飛都只係以為都係一般嗰啲垃圾 message， 所以就冇乜點認真去處理過。直到馬小姐再三聯絡卓飛，卓飛先至姑且睇睇咩事。點知成件事原來係遠遠超越咗卓飛嘅想象。要理解呢件事，我哋先要睇返馬小姐原本嘅生活背景。呢件事發生之前，馬小姐同你同我都一樣，只係一個普普通通嘅打工仔。佢每日嘅生活基本上就係返工放工，返到屋企睇下電視，聽下歌，過住啲好普通嘅生活。佢平時對咩科學啊、咩環保啊，根本就完全冇興趣，更加就唔會理咩 UFO 啊、外星人或者咩神秘學呢啲嘢。但係發生咗呢個老拐事件之後，佢原本平凡嘅生活就嚟咗個徹底嘅改變。成件事最主要嘅起因係源於一啲超自然嘅現象入邊好經典嘅情況，叫做時間消失，即係 missing time。馬小姐開始發現自己嘅生活入邊無端端會出現咗幾個鐘頭嘅空白，即係話佢明知自己喺現實生活過咗一段時間㗎喇，但係就完全唔記得咗嗰幾個鐘頭自己去咗邊，或者係做過啲乜嘢。但係與此同時，佢開始見到一啲冇辦法解釋嘅奇怪現象，例如佢會無端端有啲好強烈嘅光喺佢面前出現，甚至見到一啲發光板，好似好神秘嘅光嘅物體喺佢面前掩樣咁樣。呢啲間唔中出現，但係又完全解釋唔到嘅怪異現象，搞到馬小姐當時成個人好焦慮，同埋成日活喺恐慌之中。一個過住簡單平常生活嘅人，間唔中會斷片幾個鐘頭，仲成日有啲奇怪嘅嘢喺面前出現，其實俾住任何人都會開始懷疑自己係咪精神失常。搞到馬小姐當時甚至好認真咁考慮過係咪要睇精神科醫生。馬小姐以為自己精神或者身體出現咩問題，咁但係睇咗咁多醫生都完全 check 唔到身體有任何問題。佢開始越嚟越擔心自己嘅情況。喺非常無助嘅情況之下，佢喺2012年透過社交媒體聯絡咗 UFO 嘅研究專家卓飛。但係當我再行，即係起翻身坐翻個梳化嘅時候，我發覺已經係下晝3點，係2-3點。但係嚴格嚟講，其實你當時係匿咗，你感覺到係幾分鐘嘅啫嘛？係幾分鐘嘅啫，好短時間，我諗唔過3分鐘。咁但係你嗰段時間由當卓飛同馬小姐傾過幾次之後，卓飛開始覺得事態嚴重，於是決定聯絡專家去幫馬小姐。為咗查明嗰段消失的時間到底發生過啲咩事，
馬小姐接受咗正式嘅催眠治療。點知喺催眠狀態之下，馬小姐講出咗一段段被深深埋藏咗喺潛意識裏邊，令所有嘅人都嚇親嘅經歷。原來馬小姐係曾經俾外星人至少老拐咗5次。大家首先要知道，人嘅大腦咧係一種防衛機制嘅。當佢遇到極度恐怖、超越心理負荷嘅事嘅時候咧，大腦有時會選擇將呢啲記憶收埋佢，甚至係 delete 咗佢嘅。而催眠嘅作用就正正係要嚟揾翻呢一段消失嘅記憶。喺透過催眠治療師嘅幫助，馬小姐開始重新記翻起自己當時被帶上飛碟嘅成個過程。根據佢嘅描述，佢係突然由某日開始，除咗經常會無端端勁頭痛之外，佢嘅視野仲會突然間變形，睇嘢好似透過啲魚眼鏡頭咁樣彎彎曲曲，甚至喺腦入邊會不自主咁樣浮現出一啲飛碟或者外星人嘅畫面添。根據催眠記錄，第一次老拐發生喺2011年嘅6月20號夜晚。當時馬小姐喺自己荃灣屋企，突然間有一道超強嘅白光由屋企嘅露台照入屋，佢隨即就開始斷咗片。當佢再度恢復意識嘅時候，佢發現自己已經唔係喺屋企，而係身處喺一個好 cyber 嘅圓形房入邊啊！馬小姐當時被平放喺一張金屬台上邊，但係最神奇嘅係佢嘅身體並唔係瞓咗喺台度，而係懸空咁樣浮喺台嘅半空。佢搏命掙扎，但係佢發現自己雙手好似俾一種隱形嘅手扣鎖住咁樣，佢點樣掙扎都掙扎唔到。跟住佢就開始見到側邊圍住佢嘅外星人開始對佢進行一場好似係手術嘅工作。馬小姐見到佢哋將一啲好似微型晶片嘅嘢植入咗佢身體，成個過程佢淨係 feel 到好冷冰，好驚。始終無啦啦喺一個陌生嘅環境俾人咁樣鎖住，仲要浮喺半空，唔嚇死其實都好叻噶啦。喺手術完成之後，佢就俾外星人送翻去佢自己屋企。而喺隨後幾次嘅老拐經歷入邊，過程開始由最初嘅做手術，慢慢轉變成一種係意念交流。馬小姐喺催眠入面嘅時候描述翻，佢見到一種外貌非常接近人類嘅外星人，我哋統稱佢叫做卡里夫星人。呢種外星人望落去好平靜，仲透過心靈感應同佢講嘢。卡里夫星人話俾馬小姐知，佢哋之所以重重複複咁樣帶佢上飛碟，甚至喺佢身上面做實驗，目的其實係想幫佢開通松果體。松果體係人類大腦入邊一個好似花生咁上下大嘅組織。喺神秘學嘅世界，佢被視為人類連結高維度或者宇宙意識嘅第3隻眼。外星人表示，開通佢嘅松果體係要將佢變成一個接收器同埋傳送者，希望透過佢將愛同埋愛惜地球呢啲信息傳遞俾人類。喺訪問入面，馬小姐提到，佢當時接觸到嘅並唔止一種外星人，成件事涉及至少有2種唔同類型嘅外星生物，當中有我哋平時喺電影成日見到頭大身細嗰啲小灰人，即係而家畫面見到呢一種。而另外一種就係而家畫面見到嘅呢一種，一般我哋會稱之為蜥蜴人，即係 reptilian 嘅外星人。呢個經歷唔係單純見到 UFO 咁簡單，佢嘅複雜程度遠遠超出咗一班專家嘅想象。馬小姐喺催眠入邊得知，呢啲外星生物對佢做嘅嘢，甚至係牽涉到 DNA， 包括對佢嘅基因進行編程，甚至係改造。呢段長達幾個鐘頭嘅老拐經歷，亦都解釋咗點解佢之前會出現時間消失嘅現象。當催眠結束，消失嘅記憶亦都揾翻出嚟之後，馬小姐嘅生活亦都徹底咁改變咗。呢次經歷對佢帶嚟嘅影響，可以分為現實生活同埋個人身心2個層面。首先喺現實生活上，呢件事對佢帶嚟咗近乎係毀滅性嘅打擊。一個普普通通嘅打工仔，
突然間背負住俾外星人老拐過嘅記憶，佢根本係冇辦法再好似以前咁樣生活。由於成件事太過匪夷所思，佢同身邊任何人講，啲人都只係以為佢有幻覺，甚至只係不停勸佢睇醫生啦，睇醫生啦。而呢種巨大嘅精神壓力，最終亦都導致咗佢同當時嘅男朋友分手，人際關係可以話係跌到去谷底。而同一時間，馬小姐嘅身體同精神感官就發生咗劇烈嘅轉變，因為佢發覺自己覺醒咗。喺事發之後，馬小姐發現自己嘅身體好似變咗個天線咁樣，開始可以接收到一啲未知嘅能量或者係宇宙信息。不過呢種能力一開始嘅時候帶俾佢嘅淨係得痛苦，因為接收呢啲高能量嘅信息，佢就成日都會出現好嚴重嘅頭痛，而身體亦都產生咗好多排斥嘅反應。而為咗適應呢啲轉變，佢知道要多啲接近大自然，例如經常佢會去海邊，用大自然嘅頻率嚟調節翻同埋穩定翻自己嘅能量。而最大嘅影響就莫過於佢整個世界觀嘅重新認知。馬小姐由以前只係一個返工放工嘅普通人，轉化成為一個對地球命運、人類集體意識都有極高覺知嘅人。透過催眠，佢對外星人傳遞俾佢嘅信息記得清清楚楚。外星人講過，地球人太過自私，一味只係顧住眼前嘅利益，完全忽視咗整個地球其實面臨緊一個好大嘅生態危機。馬小姐覺得自己既然經歷咗呢一切，佢覺得自己嘅任務就係要透過分享自己呢段接觸外星人嘅經歷，去啟發更加多人，等大眾可以打破根深蒂固嘅自私自利，學識咗互相幫助，為地球作出改變。睇返成個個案，表面睇呢個好似係一個好難以置信嘅 UFO 老拐事件，但係如果我哋諗深一層，呢個其實係一個關於生命覺醒與轉變嘅嚴肅課題。馬小姐當日選擇咗企出嚟，佢絕對唔係因為咩出名，亦都冇任何咩利益可言嘅。佢唯一嘅目的就係希望自己嘅親身經歷可以令大家停一停，諗一諗，我哋可以為呢個世界甚至呢個宇宙做返啲乜嘢。無論你選擇信定唔信有外星人，馬小姐呢一個個案都俾咗我哋一個好重要嘅啟示：地球甚至宇宙並唔係只係屬於人類。喺呢個浩瀚嘅宇宙入邊，人類可以話係渺小到不得了。而我哋日日打生打死去拼搏，去追求嗰啲好似好緊要嘅嘢，隨時只係宇宙入邊連一粒微塵都不如嘅無謂嘢。所以有時大家不妨放低你嘅電話，放低你嘅 iPad， 睇一睇，其實我哋有乜嘢可以幫下我哋身處緊嘅呢一個地球啊！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嘅話，不妨 share 俾你朋友睇下。我哋下集再見。